主日學。雅各書第4章重點解讀1，背景簡介。雅各書係新約聖經當中一卷嘅書信，由雅各，耶穌嘅弟弟所寫。呢卷書以信仰同埋行為嘅實踐為核心主題，強調基督徒喺日常生活當中應該活出真實嘅信仰，而且表現出敬虔嘅生命態度。第4章特別關注基督徒內心嘅掙扎，同埋他人嘅衝突，同埋點樣喺呢個世俗誘惑當中保持對上帝嘅忠誠。雅各書4章1至17節：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哪裏來的呢？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慾來的嗎？你們貪戀還是得不着？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你們得不着是因為你們不求，你們求也得不着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你們這些淫亂的人啊，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你們想經上所說是徒然的嗎？神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靈是戀愛至於嫉妒嗎？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故此你們要順服神，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啊，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啊，要清潔你們的心。你們要受苦悲哀哭泣，將喜笑變作悲哀，歡樂變作愁悶。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斷人的。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哈！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裏去，那裏住一年，做買賣得利。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我用咗美國隊長勇敢新世界呢一個嘅電影嚟到做開始。呢部電影喺開頭嘅時候打咗一句説話，叫做團結合一。原來就係劇中嘅角色，嗰個角色呢就係美國總統，佢講出嚟。但係原來呢部戲淨係講到呢一個嘅美國總統，佢有好多嘅私心，佢甚至乎呢係喺監獄裏邊呢係困住咗一個好聰明嘅人，令到佢呢係俾好多好嘅計謀但係嗰個人呢就變成好似一個科學怪人咁。佢因為自己有病，逼呢一個科學家提供咗一啲藥物俾佢，而因為佢裏邊呢係積蓄咗憤怒，呢啲藥食得過量嘅時候呢，就係變成而家咁樣。一個口裏邊講合一，原來佢自己有好多嘅私慾。不從私慾。我哋剛才讀過呢3節嘅經文，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是從哪裏來的呢？不是從你們百體中戰鬥之私慾來的嗎？呢節經文嘅意思係人外面嘅鬥爭係源於內心嘅鬥爭，呢啲鬥爭都係因為私慾、私心引起嘅。百體點解會戰鬥呢？因為得唔到想要嘅。你們貪戀還是得不着，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你們得不着是因為你們不求。你哋貪戀，
但係都係冇收穫，還是得不着，即係都係冇收穫。但係你哋又唔甘心睇到別人得到喎，自己冇收穫，你們得不着，意思係你哋冇得到你哋想要嘅。咁雅各就提醒，因為你哋冇向主祈求，你們貪戀還是得不着，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你們得不着是因為你們不求。原來想得到啲嘢，貪呢亦都係會產生動機能量。貪如果激發人嘅動機，但唔係正當嘅力量，係會伴隨住好容易灰心失意啦。藉住貪戀得到嘅嘢，得到個滿足感係短暫，亦都有副作用。你們求也得不着，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第3節雅各語氣有啲轉換咗，佢唔係啱啱鼓勵佢哋向神禱告嗎？但係佢又話佢哋求也得不着。原來雅各指佢哋所求嘅唔係佢哋需要，係出於貪婪嘅私慾。指出佢哋往往將求嚟嘅浪費喺吃喝玩樂當中。神厚賜眾人又不斥責人嘅神，佢願意厚賜眾人，可惜人唔禱告。神嘅豐富就因人嘅不求而受到限制，所以神呢係鼓勵我哋祈禱，亦都係會斥責人。斥責人嘅不禱告，神對佢嘅孩子係有好大嘅熱情期望，就係期望佢嘅孩子會嚟禱告，佢呢係立刻按住佢嘅心意成全。嗱，喺呢度呢，唔係話我哋求乜嘢，神呢必然要俾我哋。正如我哋嘅主對撒瑪利亞婦人嘅期望話：你如果早知道如果你知道神嘅恩賜，同埋同你講説話話。呢一水給我水喝嘅係邊個？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你活水。新約傳書釋義裏邊話：你們得不着，是因為你們不求。我哋嘅神係憐憫饒恕人嘅，但係我哋往往會違背咗佢。摩西律法裏邊係鼓勵人去求神嘅恩典，但係我哋冇求。使到我哋回頭咧離開罪孽，明白真理。第2點，不從世界。4到6節，我哋剛才亦都係讀咗。你們這淫亂的人，原文係淫婦，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一個人一直喺宴樂享受，佢就係一個屬靈嘅淫亂人。世界同神係相反，所以二者不可兼得。一個愛世界嘅人就係與神為敵嘅人，所以凡心裏邊想同世俗為友，就係同神為敵啦。因為佢個心已經歸向咗世界。妄求嘅意思係目的係唔啱，唔係為咗神嘅榮耀，係為自己嘅快樂。第2，目的物不對，係屬世嘅，唔係屬靈嘅。第3，方式不對，唔係禱告，而係用鬥毆、忌妒嘅方式爭取。4章5節，聖靈住喺我哋裏邊，係要得着我哋嘅全心，否則佢會嫉妒。神喺我哋之間嘅關係係唔容許偶像同其他事物插喺當中。舊約聖經有冇啲人物係以私慾為生命嘅特質呢？其中一個係參孫，神俾佢好力大，但係佢就有好多嘅私慾同大利拉一齊將自己能力嗰個秘密咧講咗出嚟，後來仲俾非利士人挖咗雙眼，但係最後咧佢係選擇咗同歸於盡。進入咗世界，當人冇神喺心裏邊嘅時候，人往往被內心嘅私慾誘惑。冇聖靈嘅人，內心嘅罪性會發動，呢個人甚至攻擊別人。互聯網上最近反映到有一個人，佢喺人群當中咧用腳咧嚟到踩人，甚至乎係棘到人啦。亦都懷疑佢將啲水倒喺巴士嘅樓梯上面，但係視頻上面亦都得知咧佢已經被捕啦。4章6節，但他賜更多的恩典，所以經常說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神尋找人歸向他自己，係為咗賜更多恩典俾人。3，要順服神，故此你們要順服神，
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啊，要潔淨你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啊，要清潔你們的心。你們要愁苦悲哀哭泣，將喜笑變作悲哀，歡樂變作愁悶。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點解要抵擋魔鬼呢？彼得前書5章8節，佢話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以吞吃嘅人。順服神係抵擋魔鬼最重要嘅先決條件，唔順服神嘅人就唔能夠抵擋到魔鬼。聖靈既然係嫉妒，所以我哋要謙卑，將全心係俾主，接受更多嘅恩典。魔鬼有陣時係會俾驕傲我哋等我哋輕飄飄，覺得自己係我自己嘅功勞，係我自己嘅聰明，我哋要拒絕，專心順服神，唔好做淫亂嘅人，唔好有其他偶像，亦都唔好將自己變成咗自己嘅偶像，向主手潔心清。驕傲真係屬靈生命成長其中一個最大嘅敵人。以前雙人團契嘅一個弟兄，我記得好多年前呢，就喺雙人團契裏邊有一個弟兄，佢有小三。咁後來雙人團契裏邊嘅啲弟兄呢，就係幫助佢啦，佢就決定係同小三分手。但係從我觀察呢，就佢太快係去好多地方嚟到係分享見證。咁我喺國內呢，後來見到佢其實亦都係同小三再喺埋一齊。初信嘅弟兄姊妹呢，可能我哋唔好太快，你要俾好多機會佢係去講見證。有陣時好容易係陷喺驕傲裏邊。但係呢，我係好感恩雙人團契係有好多好多其他好好嘅見證，感謝主。4. 不可論斷，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斷人的。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裏去，在那裏住1年，做買賣得利。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人如果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係批評律法、論斷律法。論斷係指客觀方面局部而非全部嘅斷定，結果係招嚟咗對人名譽嘅損害，就係批評律法、論斷律法。呢個結論呢係有2個理由：一，批評論斷弟兄就係將自己擺喺律法之上，取代律法嘅地位去斷定是非，亦都無視律法嘅存在，連同批評論斷律法。批評論斷顯然係違反咗要愛人如己嘅律法。如果又唔肯承認自己違背律法，所以呢一種嘅批評論斷行為係間接咁批評論斷咗律法，認為律法呢係唔夠周全。雅各提醒信徒唔好隨意論斷或者批評他人，呢種行為反映出一種驕傲嘅態度，因為只有上帝先有權柄審判人，尊重上帝嘅權柄。當人論斷他人嘅時候，實際上係僭越咗上帝嘅權柄，因為只有上帝係唯一嘅律法制定者同埋審判者。關鍵嘅教訓，基督徒應該避免論斷他人，將審判嘅權柄交俾上帝。你哋嘅生命係咩呢？原來係一片雲霧，出現片時就不見了。雅各書4章14節。最近喺新聞報告上面同埋互聯網上面，我都睇到俄烏戰爭有好多意料之外嘅發展。生命真係唔係喺我哋掌握裏邊，生命有時真係好似一片雲霧，出現片時就消失。咁我哋點樣回應我哋嘅生命呢？第5點，主若願意，
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最後講到，有啲人自信咁去計劃未來。嗱，唔係話我哋唔可以計劃未來，但係如果我哋計劃未來又忽略咗依靠上帝呢，咁就唔係雅各嘅提醒同埋教導啦。佢提醒信徒人生短暫，充滿不確定性，唯有上帝掌管一切。人生唔係真係我哋能夠把握，真正能夠掌握嘅人生嘅係上帝。所以要謙卑咁講，主若願意，我就可以做呢件事，做嗰件事。當我哋好似生命係由我哋計劃，按雅各所講係一種驕傲，係一種誇口。咁樣嘅誇口係一種罪，係一種惡，以為自己可以隨意安排生活、做生意等等。其實背後係冇依靠神。雅各形容係一種惡，係一種罪。明知道要做而冇去做嘅，違背神嘅心意，亦都係罪。深入探討，論斷同判斷有咩唔同呢？主耶穌話唔好判斷人，意思係你嘅嘴唔好定人嘅罪。喺主耶穌嘅教導裏邊，兩件事係基督徒唔應該做，就係論斷人同埋定別人嘅罪。喺論斷別人嘅時候，顯示我哋自我中心，生命冇讓上帝掌權。判斷係有事實根據，係客觀嘅；論斷係基於猜測同埋推論，係主觀嘅。判斷唔具有攻擊性，對事不對人；論斷具有攻擊性，目的係貶低他人。當有人評斷佢嘅人嘅行為嘅時候，可能引嚟不要論斷嘅提醒。值得省思嘅係聖經中耶穌所譴責嘅論斷係咩呢？事實上喺呢個墮落嘅世界，神依然要我哋對於道德同埋關係作出判斷或者分辨，以遵行神嘅道同埋義。但係須先除去自己眼中嘅梁木，先至可以去挑去別人眼中嘅刺，用正直同埋同理心嚟嘅應對。咁我哋就不至於變成咗假冒為善嘅論斷者。